因为我本来想问小轩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订的餐厅里面有没有卖酒？结果没想到还没问，你就说这不是喝酒。我今天不能跳风洞，因为我有心脏病。对，其实还有不要怎样，不要打肉毒杆菌的人不能去。好啦，那我们4个今天都搞不了了。我没有打，哎呀，我已经没有再打了。你已经，我承认啊，因为我曾经出书的时候，我必须亲身试验啊。呀，是以 professional 的那对啊种姿态，而且那是很多年前呢。而阿雅是沉迷，我哪有沉迷啊？你连现在眉头都皱不起来，还敢说我？怎么可能皱不起来？我开开心心的，我皱什么眉头？